一个分的吼，叫做宝珠啦。因讲真是实在是，阮阿嬷，因阿嬷迄阵去管着咱第一个嘛，是安徽是安徽的，哦，啊伊大家都爱两斤，家己就亲诶，家己拢食素食诶，伊也无亲到无啥，伊家己食素食讲食4、50工尔，安尼啊。啊，你看伊家己食素食咯，伊迄病哦，运到伊这孙仔即代哦，我因饲一个小弟，咱妈会知，调好歹，啊少年家啉烧酒嘛，哦啊徛啉烧酒哦，我参一个，大家在倒一个，挂落乌倒摆挂车挂落，挂落差不多3人来，讲一个溪岸迄个我已经叫你，我挂咧，挂伊头哦，我去扣一个大个头啦，头拢出去，头走出来，安尼啦，哦啊人家叫你病院哦，迄病院讲莫救啊，这救我，因老爸嘛讲过啦，无爱救啊。啊，伊另外一个小弟吼，做有钱的啦，家己一个兄弟仔个啊，因为较早讲生一个即个啊，咱生这样叫做简单个。伊讲我人一定救，啊偌济钱一定救，安尼啦。哦，还是讲每个人要救啊，无人要开钱啊，就啊洗啥，迄个闹个经济力啊，迄个啥，啊无，迄种医救咧，哇，迄个哇，真个活条诶，这个我都看。啊，是目睭哦，怪怪，因为讲起目睭怪怪，啊，过一个礼拜叫我，迄个阿嬷叫，第一件惊孙啊，过一个礼拜，所以这惊孙以前的我嘛相信诶，所以我听咧，做正太哦，恁阿嬷太厉害，啊，我就来讲哦，你这世人是安尼查熟悉，熟悉了是安尼情到所心，因为咱这个人偌苦，真正较苦诶咧，我讲唔多说听。伊去求得哦，一条五分钟。再来哦，当然这上台啦，要去1点钟啦，差不多才20通啦。我讲你是代志，是你这个讲唔是啊？伊也是因家庭吼，因阿家己追踪，5尾一通起笑尔，5尾57届啊，7届，真好命哦，吊胆诶，大家都死过去，啊，佫一路要去饲鱼啊。所以也要食啥物素食啥，水稻菜就对啦，安尼啦。所以阵哦，因嘛知影要死的去啦，要我佫有去啊，知影。你求得了就欢喜，因拢会顾着伊遐2、3工好去，伊就无管啦。人家讲伊要去听道理，真正你要听啥来？安尼对咯。伊看甲是件不可思议的代志。讲伊迄3工拢食素食，都袂晓使。胃肠好去啊！你只胃肠好去呢？伊就讲今日我先好，你讲完钱，你打心这个钱听无3工去，听无3尾应采就要请教头，你讲无安尼，你讲继续食半当，你若食小当，你较请教，伊讲安尼好，今日你后摆我一定要请教，所以就是来请教。佫一件代志更较奇妙，一个囝18岁吼。拢袂怀孕，即摆怀孕哦，怀孕无去，是安尼感觉，伊就有一股肌肉，伊先靠了后，有一家讲伊做慢，伊使讲师傅就来，伊得啦，你看者有得无？像咱师傅安尼就对啦，讲我来辛苦啦，无讲诶，等一下有班仔就来，有人做摊诶就对啦，其他咧，有诶亲戚拢出站诶，无老母怀孕啦。经过18工咧，才佫怀孕，这是囡仔大古锥，大古锥就大古锥，这个4、5个，4、5个哦，你知影？人咱问伊哦，拢知，我是市长来哦，你嘛欺负我，我讲事业在哪里快乐？你也讲一个来，你哪讲事业？伊讲可看不可摸，当然对啦。所以我也讲，你要改变啊，为什么？本来当初做动伊个啊，讲炒我袂成，伊才30几岁，伊差不多我30岁，我你在这个才30岁，安尼啦，我你叫你哪来？我去叫你哪来炒泡面，我听你爱炒，泡面那我跟你讲，等下泡啦，等下开价，这个都可以，然后伊哪嘛请他，就是安尼啊，听说就是安尼啊，
第二就解温，所以以后来讲讲，有几本是偏解温，不准会用国家规，25条有规定下解温，伊就不管。就讲这啥呢？这大项代志就是按照规矩，大项就是就是啦，我规啦，我国有国法，大有家规，咱分规。有15条啦，是足简单诶。我高中一个两千啊，我补了1000块，伊讲咱另外来，迄个课足麻烦诶，坐红母车袂使，跳卡也袂使，后面来个。规矩就大规，我无爱，我要至少要几人，我唔爱人说我唔爱人怪。我就讲啥样你感觉研究有经验无够？你敢知影研究考要10套，伊毋是讲10套啦，你先改。你咱天有教要17届，爱审啥？分道爱修偌济？400多届咧，450届咧。天道爱修啥？300几届，加700、8届，你敢知影？你分道咱15条有几名咧？你知影济？听你来讲，你啊，我来知影济啊。搁一个真正有教，伊有解书，解到我全部都懂诶。天道会当安怎，袂使安怎，分道会当安怎，袂当安怎，这个就对。咱另外就15条来是简单诶。所以你爱修，你若无修咧，就像这个样款咱来讲者，第三节，这叫做啥咧？叫做意外有空啦，做意外就对了，意外回来是怎发生钱啊，那这件代志发生，因为伊就叫由伊来啊，无叫你落来啊。这个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这个是对标啦。这个爱油啦，跳现在行动的。这样会叫平常感你要这个先啊。有可怕。最高啊啦。喏。我跟你讲，是吧？
啊，就是爱修概论，哦，无概论吼袂使，就是一定要先做个规啦，吼，所以咱可以啥，有点，哦，所以伊概论的书爱咱听真多，咱咧概论的书去记录共款啦，你照去记录咧物件，不管你要去台北还是高雄，还是要去花莲、台东，是一定啊，你若要照飞机来，哇，照这个点，啊。来心念啊，过一个心念最重要，所以讲人的心念决定去修啊。所以是安怎讲？因为一念一念一天龙，一念一天道，所以我起头来讲，咱修的是啥？就是心念这个心念对咧，过一个你一帆风顺。所以咱就爱修行啊，静念、静念、静心。所以这是个咱一个大别的。所以讲，所以讲，修行养心啊，去年修心啊，随处养心啊。所以从这老来，我讲出句话为了先去大话讲遐是你咱叫讲教我咧啦，大家都泡茶了，啥酒了，泡茶啦，公家长西家短啊，有诶无讲爱贵，贵些，咱来讲安尼安讲。你讲有啦，我咧啦，操！你讲同样好，我讲安那念在，我讲师尊老大是讲出叫做借书明心，道场遮济，有人就有书，这是安尼定安尼，三小人讲好小话，个性咱人模型啊，咱知影吼，咱人有情人啊，你话模型人的个性无同款，性格无同款，家庭教育也无同款，有可能会完全变异，无可能啊，无免啦。所以师尊也讲，咱道场遮济人，就是借着啥勤书文，遐活遐练，就是修行啊，就是安尼啦。你若真正有修为的人，那种修为一定会上高。你若做个教会啦，敢是安尼？你若真正修的啦，你袂同样合团都要有为无为啦。迄个啥？迄就是借书明心啦。所以了我道场有一点仔较乱无毋对，毋过咧道场有一寡代志无毋对，有一寡行为无毋对，这就是可以咱修心。会看你有够力，会看你火候有够，会看你啥一定有够，唔去这个物件可。有人讲道场遐大，我无爱来道场安怎我无爱来啊？对不对？咱无爱来是爱顺势，也是根本就顺势，真正顺势。要咱家己顺势来好一点，敢知影？所以你来看，就是借书明心啦，这是要才对啦，来个原型啊，啥物原型？就是讲，你心当中出事了真正意义就是啥？你圆圆的，你心想在我给咱就是在心愿啊，或者是啥叫分愿？啥物叫愿？讲你爱放愿，比如说咱念段书，记住几个对不对？我说来当个嘛，我当个努力就有偌大你太高，你大了，你啥？什么叫做数量在？去菲律宾，是迄个啥？迄个叫香港，个菲律宾个越南，我走过来国家呢，爱去要不要越南去？要不要去越南？我要去越南的水准是咱到无同款是安尼。各看鸡啊，各看鸭，你走来走去，你的水准就是安尼。咱连白手起，你了解？第一个低调低面啊，所以我早时间咧学，你白手都低调低面咧，学个是爱着钱你个是听都听来听去。哪个水准你起来？你看，无辛苦，这个安尼来。点段数啊，点就是安尼点，现在跳到尾点，再点段数呢，出去了2点、3点钟，跳到尾呢，无车人去开呢。要困倒，就袂当困个客人做麻烦哩，讲外国人咱去困因兜，我去困
拄食，我了解了好，后面讲，不管你做啥，你就是啊，你看，即个我讲吼，讲好我做一个案子，然后讲28啊，我讲要咱卖困，40万，你讲你了要紧啦，好来就咱要200块，吼，安尼来吼，伊要40万就对啦，所以去啊，做无拢炸要不然炸出几千万呢？而且你要要要干咩款啊？做无炸出几千万呢？多少钱？40万，有人来就哎，所以老百姓来放官，哎，要不是要无用，要不是调过咱平常是后壁休息，刚出后壁新装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安尼啊，无要不是你是大几啊，咱都爱宣传，这拢无安尼，所以你看，咱这个啥，经理讲，经理准备，你也无嫌无啊豆啊，无嫌无啊咸啊，无嫌无啊，无钱我对你来讲吼。是啊，这个家己做呢，有些人呢，就做啊比较快啊，我人就比较快你也看你要比较快，你要去，差的啦。就我同人我香港会差不多为个4年啊，或者2年其他别出来的，够人的，真的啊。所以嘛，袂使伤济啦，袂使伤少啦，来讲这个好势啊。咱这想要去倒经理报备，讲经理准备，我嘛要对你去倒开放，咱经理就家己安排啊。摆倒来联络，安尼对处。而且咱对处理无啥物公平啊。咱若对经理处理下拢无要紧啦。这个是新加坡一个小姐，这属小姐的是个几个月呢？我才经理讲，好人啊，咱大家做需要的人，你过来，你讲经理准备啊，好水啊，不要多课啊，不要做啊，不要做人的啊。我是开企业规个就讲伊啦规上我拢会放抽迄个老师的话，迄个小姐抽的是我啥了解啊？真正惊死呢！老师啊讲，即使你什么都不会，即使你到大陆去打这个炒射手都值得。我讲呢，我打不要紧啦，这些不要美术的，这我简单的，快点跟我赛了你。我打经理讲，经理，我要从你出来，因为在经理永远不到多啊，长得漂亮，做年的对了，所以这是安尼，而且你要看啦，咱这个前辈者，爱大家心情也好，你要看咱同事10倍，用咧，迄前面安那过你了知，咱去回想一下，因敢无家庭，因敢无事业，因敢无啥时代啦，拢有呢。咱当年无像咱何老师伊种的感觉出来，不过台湾可能伊遐有，我咱看台湾每阵，咱离开因个时代啦，因个时代是大唔甘的，千金小姐，大小命命的，你来看卖。边仔这个这个是3大哥，这个是妈妈，这个姐妹